加徵全球關稅升級，特朗普淨係爭一口氣。美國當地時間2月20號，特朗普先簽署對全球商品加徵10% 進口關稅嘅行政令，轉頭就因為唔滿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嘅關稅裁決，一夜之間將稅率加碼到15%。特朗普呢一連串極具個人風格嘅極端操作，將本來就充滿爭議嘅貿易政策調整，徹底變成一場針對司法權威嘅意氣之爭。所謂美國優先嘅貿易保護敘事，本質只不過係特朗普向最高法院叫板，向基本盤示強嘅政治工具。事件脈絡清楚暴露咗特朗普加徵全球關稅政策嘅非理性底色。2月20號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裁決，認定特朗普之前以緊急狀態推行嘅部分單邊關稅違法，從司法層面否定咗佢濫用行政權力加碼貿易保護嘅操作。當日，特朗普就宣布簽署為期150日嘅行政令，推出10% 嘅全球統一進口關稅嚟替代被否決嘅政策。當晚就完成簽署。呢份10% 嘅關稅本來就係特朗普喺司法約束之下補獲之舉，但喺一日之後，佢就親手推翻咗自己啱啱定落嘅方案。2月21號，佢直斥最高法院嘅裁決荒謬、極端反美，當場宣布將稅率提至15%，仲特意強調呢個水平完全被允許，經過法律嘅檢驗。呢番前後矛盾嘅操作，徹底作破咗佢嘅政策經濟合理性偽裝。單邊加徵高額進口關稅，超過90%成本最終都由美國進口商同普通消費者承擔，只會推高生活成本，加劇通脹壓力。呢啲後果特朗普唔可能唔知，但佢一啲都唔在意。由10% 升到15% 加碼，從來唔係基於經濟利益嘅考量，純粹係為咗出一口被最高法院打面嘅惡氣。呢場意氣之爭嘅核心係特朗普對司法制衡嘅公然挑釁，背後更加係佢精準嘅政治算計。呢種敢同所有制衡力量對住幹、絕唔低頭嘅極端姿態，能夠精準迎合支持者嘅強人總統嘅期望，根本就係鞏固佢嘅政治基本盤。